首先，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：大家最想要嘅到底係財富、金錢定係地位呢？喺答呢條問題之前，我哋就要先釐清一個觀念：究竟財富、金錢同埋地位呢三者嘅差異喺邊度呢？作者呢幅話，財富係可以令你瞓覺嘅時候都可以賺錢嘅資產，而金錢只係轉移時間同埋財富嘅媒介，而地位就係社會階層嘅排名遊戲。好多人錯誤將賺錢當成創造財富，但其實財富係你擁有嘅資產，例如係企業、產品、版權、股票同埋房產等等。呢啲資產唔需要你親自出力，就可以自動產生現金流。所以我哋唔可以只係諗點樣賺錢，而係要思考點樣創造財富。呢一點係作者俾我哋嘅第一個思維衝擊。佢進一步提醒我哋，你好難靠打工嚟致富。你必須要有企業嘅一部分，亦即係股權，先可以真正財務自由。